来农业部长陈吉仲昨是主动来表示，愿意请辞负起着责任。结果第一时间是安尼放声放影，讲陈吉仲请辞核准。陈吉仲的老长官苏贞昌是跳出来背回澄清，讲这是有人调过伊来放刁，非常的恶质。实在嘛是因为进口两这条，哪像已经影响到赖清德的选情了。不过，基层也是有部分的农民跳出来替陈吉仲讲话，讲包括着口蹄疫，包括着非洲地质，拢是陈吉仲任内的政绩，唔通事事项项拢要政治化，来抹掉着官员的努力。到现在还没有提出辞职书，总统也没有要他辞职。昨下晡先由北面的媒体放出消息，农业部部长陈吉仲为两个风波请辞得到允准，农业部就还未放出新闻稿，老长官就先出面没登去。会有人急着放话操作，这非常恶劣。他是一个勇于承担的部长，他一定会选择直球对决的方式来回应各方面的问题。那这里面呢，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于派系之间的斗争。传出有人调结放风声，是因为对赖清德选情敢若已经造成影响。根据上新美丽岛的电子报民调，赖清德虽然也是第一名，支持度是35%，也不过比顶一份8月底所做的民调支持率低到40%。这个时段多好，就是基能风波上界严重的时阵，会当讲是一天落一个100分点。乐见他做好做满。这个对国民党的选情反而会有帮助。基能政策从未甲变过，不过也是有在地农民替伊画愿望。其实很少看到一个农政的主管那么样的就是对一个产业或在农业上的坚持，很少看到了。对农业，我觉得我们是要感谢他，我们绝对是要感谢他。好，我对他的话是。100%的就肯定了。虽然香港一笔基能风波，也不过陈吉仲中到上新的面册文章，也是咧关心非洲低温。那防疫非洲低温，口地一个板针，拢是伫陈吉仲主委的前台。为往来一路闹到基能，陈吉仲的政治路是风波不断。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